JDM 到底係咩意思呢？2分鐘帶你入坑。JDM 係日本本土市場嘅英文縮寫，簡單啲嚟講，即係日本本土流通嘅汽車同零件。咁點解後來嘅 JDM 佢變成咗日本汽車改裝文化同玩車文化嘅代表詞呢？咁就要從1973年北美爆發嘅第一次石油危機講起啦。因為油價嘅暴漲，讓美國人暫時放棄咗大 V8，轉向購買經濟型嘅轎車，將經濟慳咗嘅日系車推向咗風口。北美亦都成為咗日系車最大嘅出口地。日本車廠今次真係賺到笑啦！賺咗錢之後，日本人就開始研發性能車，豐田嘅 Supra、馬自達嘅 RX-7、日產嘅 Skyline GTR 等等，喺賽場上出晒風頭，令好多人都想嘗試日系嘅性能車。日本人就肯定唔會放過今次賺錢嘅機會啦，所以果斷咁生產咗符合北美法規嘅性能車出口。但係後來車迷發現，出口嘅日系車除咗外觀有變化，喺性能馬力上都有削減，甚至有啲高性能版本並冇引進，只喺日本本土發售。例如第6代思域嘅 Type R EK9，就係因為有呢啲區別 ，JDM 嘅講法就逐漸被傳開。咁流行全國嘅 JDM 玩車同改裝文化又係點嚟嘅呢？呢個就要提到日本汽車嘅君子協議啦。因為日本車性能嘅興起，唔少人喺馬路上橫衝直撞，日本嘅交通事故率直線上升，於是要求車廠最大馬力不得超過280匹。但係日本車廠又點會甘心於自己嘅性能車限制於此呢？所以佢哋將好多車嘅改裝潛力做到深不見底，目的就係讓各大嘅改裝廠發揮。正所謂買車翻嚟唔改，不如推落海。再加上比起歐洲車昂貴嘅價格 ，JDM 可以講係十分具有性價比啦，亦都掀起咗全國對日系車嘅改裝熱潮。最近懂車帝即將推出嘅 D 卡萬有引力節，有眾多嘅改裝車同新車試駕嚟廣州長隆揾你嘅玩車拍檔啦。